是不是喜欢？你几岁？本人哦，真实本人19，那个19，因为他本身跟我演过 MV。我直接先问你好了，跟我演跟他们演的感觉差在哪？差在哪？那我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，谁比较好亲？但是他，但他是会亲。我跟你讲，在拍雨水的时候，我个人是有教过他接吻的。有吗？我们互摸你说互摸耳朵，你说是？OK， 但在楼梯间你们有吗？那手你，手的呢？没有啦。你看他在楼梯间亲你没有亲吗？因为你们的吻算是比较深。那我跟他谁的？我老实讲，我以观众立场啊，因为他有抓到一个吻戏的重点。要先上面再亲下面。没有，就是